你哋有冇諗過 Meta 唔單止係社交媒體巨頭，佢嘅企業潛力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大。An angle that they could do this at some point. There could be a really viable business here. And 分析師指出 ，Meta 好似亞馬遜 AWS 咁，具備成為主要商業供應商嘅巨大潛力。呢個隱藏嘅寶石，為長線投資者帶來咗難以置信嘅機會。下一部分，我哋會深入分析 Meta 股票，發掘更多投資策略。最近有分析師指出 ，Meta 不僅僅是社交媒體巨頭，它在企業服務領域正醞釀着成為下一個 AWS 級別的潛力股。呢個消息真係令好多投資者都眼前一亮，因為佢預示住一個被低估嘅長線投資機會。從財務數據睇 ，Meta 嘅實際年化回報率高達 0.39， 遠超市場預期嘅 0.3， 顯示出佢嘅強勁表現。加上佢嘅 EBITDA 利潤率喺2024年躍升到 0.5281， 淨利潤增長率有 0.09， 呢啲都係盈利能力提升嘅有力證據。想像一下 ，Meta 憑住佢喺虛擬現實同人工智能領域嘅深厚技術積累，能夠將佢龐大嘅用戶基礎同數據能力轉化成企業級嘅服務，就好似亞馬遜嘅 AWS 一樣。呢個將為佢帶嚟全新嘅收入增長點，大幅降低對單一廣告業務嘅依賴。公司嘅財務基礎都非常穩健，佢嘅速動比率 Quick Ratio 喺 2.98 左右，表明佢有充足嘅短期償債能力。而且，佢嘅資產回報率、股本回報率同總資本回報率都呈現良好嘅增長趨勢，反映出高效嘅運營管理。雖然 Meta 近期股價略低於50日同200日移動平均線，但 RSI 處於中性區域 48.02， 可能係一個值得關注嘅入場點。加上美元指數嘅持續走弱，對呢類跨國企業嘅海外收益嚟講，都係一個有利因素。Meta 喺企業市場嘅潛力巨大，但作為投資者，我哋都要留意佢逐漸增加嘅負債比率，以及廣告收入佔比過高嘅風險。不過，如果佢能成功轉型並拓展企業服務，呢個長線嘅回報，絕對值得我哋期待同深入研究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